我爱学习，也爱音乐。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弹奏民族乐器。我最喜欢弹奏的乐器叫都塔尔，它外表古朴典雅，不但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，也是一件伴奏极佳的乐器。它的琴声浑厚悠扬，是我们新疆维吾尔族钟情的传统弹弦乐器。我对都塔尔的钟爱和学习是受我的外公的影响，他时常坐在炕上用都塔尔边弹边唱，有时候悲伤，有时候节奏激昂，也有时候热情奔放，我常常听得如了迷，忍不住拿起我的小手鼓和着音乐敲了起来。现在我终于也能用它弹奏自己喜欢的乐曲了。每天放学回到家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乐器，和外公伴着手鼓来一场欢快的演奏，家里瞬间就充满了欢乐的气氛。明年的元旦，我期待着带着心爱的都塔尔为全班同学表演呢。伴随着悠扬的都塔尔琴声，我在成长中体验到了幸福和快乐，就好像找到了终生相伴的好朋友。我要努力学习，把这种民族文化传承下去，做一个民族乐器小达人。